柯文哲走春拜年变师奶杀手，婆妈也疯狂。不是说柯市长来行天宫走春拜年吗？人呢？起六了，我换报起六了。粉丝好热情，把柯文哲团团包围，抢着跟他握手，连平常羞涩的婆婆妈妈都要失控了。哇，好高兴哦，好高兴哦，好高兴哦！真的好高兴哦！来，打个交臂啊！就像大明星握手会，沿路不是尖叫声，就是抢着握手的粉丝。但好像传出柯文哲被吃豆腐摸脸了。那就大家高兴就好了，不然说大概新的一年大家欢喜就好了。高人气的柯市长，除了在行天宫造成轰动，来到保安宫，这下真的变成可爱动物区小动物，人人抢拍照。新年快乐！来到这，不只要跟市长握手，当然不能忘记拿个红包，讨个吉利，好过年。懂新闻，恭喜发财报道。